吼，伊的动机是清气的，啊，伊的手段、伊的方法毋是奸诈的。伊则强调安尼，啊，表示可能有其他的人所传的是什么？是啥物货？是错误的。啊，因出于无清气的心，啊，伊嘛是用奸诈的手段去传福音。哦，各位兄弟，咱会安尼袂？我们会不会这样子？来想想看，啥物叫做差谬？吼，啥物叫做差谬内容？那主要所传福音的内容是啥物货？咱有敢有印象？特别伫路加福音第4章吼，第3章讲到，第4章讲到耶稣禁食40天，安那？伫旷野内底，互上来试探魔鬼对无？吼，即摆了魔鬼离开，吼，伊开始传讲福音，伊的名声着透到正远。毋过伊转去伊家己的家乡拿撒勒，一开始安息日到伊的会堂坐落来，耶稣就摕圣经念一处经文，有没有印象？耶稣念哪一段经文？哦，星期五查经班的怎么会不晓得？念哪一段？以赛亚书第61章对无？吼，耶稣念啥？伊讲，伊传福音什么？咱讲福音就是好消息对无？对无？好的消息嘛。吼，耶稣伊所传的什么货哦？耶稣是讲啥？耶稣讲，上帝会神伫我的心中，伊用油来抹我，叫我传福音互什么货？送乡的人，吼，传什么货？来传什么？伊讲，伊差遣我来报告吼，传的意思，传扬的意思，受掠得到安那头棒，痴迷得到看，受压制得到自由。要报告上帝欢喜人，迄个死年，吼，各位兄弟，这就是主要所传的福音啦。内面牵涉什么事情？得到头棒，得到自由，伫身体顶面的所有压制，拢得到释放，安尼就出来。尤其是咧讲到讲上帝的禧年吼，禧年是啥物意思？欢喜的年，禧年，咱可能较无去讲到禧年吼。犹太人，咱知影因工作6天，第七天叫做啥？安息日对无？安息日的规定什么货？安息日的规定是什么了？所有的工拢袂当做，对无？所以大家互拢休困，休困伫上停吼，我要讲停止，停伫上帝面头前吼，这是安息日。毋过因不止规定安息日呢，因佫规定安息年呢。什么叫安息年？6天拢正常过日子，到第7天叫做安息年。迄当安怎来遵守？规定什么货？安息年的每一天365天都是什么？每一天都是安息日。哇哦，就是讲所有伫安息日规定的吼，到安息年迄当每一天拢爱照安息日的规定。哇，安尼啥意思？一当拢毋免做工课呢。牛啊、羊啊，遐个精神吼，嘛拢要放互因轻松。土地互因休困。哇哦，这个叫安息年7749年，49年叫做安息年对不？7749嘛，7749年是安息年，隔当迄当50年叫做啥？叫做禧年，叫做欢喜的年，禧年。禧年的规定吼，不只是迄当共款嘛是安息年，毋过伊个另外有规定，就是讲
伫安息年的时阵吼，你的奴仆是互伊休困，袂使叫伊做工。啊，毋过若到死年吼，你的奴仆吼，那些奴隶怎么样？啊，放鹰自由呢，得到自由呢。像这顶讲嘞，受压制的得到自由，吼。啊，你进前讲买土地吼，要照原价呐，要赎回去呢。如果人家要买你的土地，之前你讲买迄土地吼，爱照原价。各位兄弟，咱买土地是要创啥？哈，买房子是要干嘛的？增值用的呢。啊，结果我4年规定讲，迄当你得安呐，赎回去呢。哇！所以以色列人在49年的时候就卖掉了，因这搞这行李吼。就是讲你若看到4年的规定，你知影它有一款财富重新分配的概念伫内面，一种翻转的概念，一种互你会当翻身的概念。你是奴隶，你是奴隶，可是你对迄当开始，你跟你的家人拢自由。这是一款这水的规定，充满了公平甲公义。这是耶稣所传福音嘛。各位兄弟，咱咧传啥？咱传的福音是啥物？我前几工吼伫罗宁，我袂记是倒一个街头伫罗宁吼，咧找物件，总听到有广播的声，我这久无听到这款广播啊吼。迄广播讲啥？伊讲主耶稣基督为你钉在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你的罪。一直讲这咱基督徒听到这应该是该理解吧？在讲什么意思知影嘛吼？不过迄阵我伫街头，我伫街仔路，我忽然听到，忽然间听到伊安尼讲的时阵，我想象我是一个非基督徒，我就想象我是一个毋捌看过圣经、无认捌上帝的人。我听到伊安尼讲这对我有啥物关系？你知无？我听了我会感觉啥？笑诶，直接讲啥？各位兄弟，咱所传的福音是这吗？咱对非基督徒、对无认捌上帝的人，咱传的福音是啥物话？是主耶稣基督为你死哦，为你流出伊的宝血，互你得到永远的活命。伊听到伊的感觉是啥话？干我什么事？是不是？主耶稣基督所传的福音，毋是安尼讲的。伊是互受苦的人看到望，伊是互迄个无法度翻身、迄个互压制的人，知影头前有出路。伊所传的，咱讲的福音就是好消息。其实是咧讲啥物话？上帝国已经安那临到啊！上帝国临到是啥物意思？是上帝掌权已经临到啊！啥物叫做上帝掌权？其实这伫耶稣的教示内面介重要。耶稣慢慢讲讲，你要先求他的什么？他的国和什么？和他的财宝是不？义什么？义呀！这是咧讲啥？上帝国有一个特质，上帝国的特质就是什么？公义、公平、和平。佫有介济，毋过从头前的，就是讲，就是肯公义 （righteousness） 跟 just， 迄个上帝的义，甲伫人所看的公平，伫人所实证出来的公平，是上帝的标准的公平。不要忘记，这个是真正福音的本质啊！你讲无需要听伫对，慈爱在哪里？伫我来看，公义甲慈爱、公平跟慈爱是一体两面的。即马你若受到这无公平的对待，互压制，有一个溃烂，有一个人甲你讨绑出来，让你得到自由，让你享受公平。各位兄弟，这是毋是痛？
这个是不是爱啦？这就是疼的表现啊！好，所以咱看到对旧约到新约，其实有一个介重要的概念，就是公义啊。上帝的公义，为人的角度看，就是公平 （just）， 好，公平，这是福音内面介重要的一个观念。啊，毋过吼，我来观察，咱即马教会传的福音是咧传啥？常常是保罗所认为的差谬、错误的内容，是咧讲啥？信耶稣会互你安那？碰风成功哦，吼！啊，信耶稣会互你安那？破病安那？得到医治。信耶稣会互你安那？心想事成。吼！你著毋敢想尔啦，你若敢想，上帝安那？就敢互你啦。是毋是安尼？是不是啦？即摆咱做教会的教士，其实这个东西的重点在讲谁？这款的信用的重心跑去哪里？走去对，你拢无咧注意看，跑去哪里？是不是啦？生病得到医治不是错误，不是唔对的代志。你事业成功，住大厝、驶大车，不是错误，这拢唔是错误的代志。毋过错误的所在是重点走去对，即款的信用重点走去咱人家己啊。毋过较多讲的，上帝国的降临，重点是啥个？是上帝啊！当上帝掌管的时阵，你也可能真的会飞黄腾达。上帝掌管的时阵，你嘛会病得到医治。上帝掌管的时阵，你还真的因为你的心思意念甲上帝同款的时阵，还真的会心想事成。毋过迄是因为上帝真做迄个中心的时阵，所以伫主所教示咱的祈祷文，咱大家拢听这个只会念祈祷文。一开始，耶稣教咱讲，咱的祈祷一开始是讲啥？阮伫天灵的要安那？愿上的名，你的名安那？最圣，你的安那？临到你的旨意，所以是啥物人诶？上帝，迄重点，若无掠着迄个上帝真做中心重点，无掠着这个核心，其他一切拢是假的。主要说教示的祈祷文有教着咱的食物无？有教着咱的应对进退无？拢有啊。毋过重点是头前迄个你的名真圣，你的国降临，你的旨得正。伫第二次就伫天里，迄是上帝国降临的一款的概念。毋过咱的福音，咱所传的福音，若跳过遮的部分，直接去讲啥物货？直接去讲，哇，是嘞，直接去讲到你的需要，干那要讲你的需要，这信用是差谬的，这个信仰是错误的，这个内容是可怕的。各位兄弟，保罗伊大声，伊这大声，伊唱讲，伊所传的福音内容无安那，无错误，无差别。各位兄弟，咱个人教会兄弟敢安尼讲无？讲阮所传的福音无差别，啊是其实咱无咧传福音。来，伊讲我所做是毋是出自无清气？他都要讲的，那是动机呀。什么意思？动机是在问你说，你为什么传福音？各位兄弟，你传福音的目的是啥物货？有想过无？就耶稣叫我传啊。总有个目的吧？你主日来做礼拜的目的是什么？哇，系啊！各位兄弟，你来这里礼拜的目的是啥物货啦？这久无看到王长老啊，来这礼拜甲看一下。
安尼吗？毋是讲安尼毋对啦。你主要目的是啥物货？各位兄弟，啊，就自细汉到大，礼拜日咧做礼拜，无来怪怪，卡声摇摇。弟兄姐妹，你来礼拜的目的是什么？一样啊。你若是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，你的目的是啥物货？啥物叫做保罗讲？我毋是出于无清气来传福音，我的动机是纯正的。伊是咧讲啥物货？当你若想要建立家己的势力，你只注重人数的成长，这个可不可以？是毋是会当加做你传福音的目的？会使啦？有没有可能？也是有可能的。哦，咱想要安那？较有钱诶，人较济就较有钱嘛，对无？恁等者会互阮买，会买啦？互阮较济哦。你若传福音是为着等者人较济，互阮较济，有可能无？有无啦？嘛是有啊。吼，传福音是要证明我安那？我有能力呢。你传几个人受洗咧？几个？妞妞，你带几个人信主？啊，无半个哈，无半个啊，这袂使，这无好吼。娱乐，你带几个信主？你嘛无半个，系啊，固定教会拢无半个哈。咱传福音的目的是这吗？讲问着一个讲吼，哇呢吼，10个啦，10个洗礼啊呢，哇，有这情无？这情吼，陈牧师，你来固定教会几个人洗礼？10个哦，我来5当10个哦。各位兄弟，你的心思意念走去对去，跑到你是不是有能力呢？毋过毋通袂记是，尤其咱改革中，尤其咱长老会的概念是，一个人若得救。是出于什么人？是出于上帝啊！毋是出于你一支嘴外交讲啊，毋是出于你外热心，毋是出于你外交传福音，毋是啊，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甲上帝的拣选。咱是甲上帝同工，所以保罗伊讲，我传福音毋是出于无清气的动机，毋是出于无清气的心。各位兄弟，咱是毋是加大声讲共款保罗所讲的话？第三，伊讲我嘛无出于奸诈，我认为这是咧讲手段。即摆我若阁讲咧，就得死介侪人去啊！用啥物手段、手段、方法来传福音，是叫做奸诈啊！各位兄弟，你认为什么是用奸诈的手段来传福音？咱为着要请人来教会，咱得用什么奸诈的手段？看起来你拢做正直的吼，你拢毋知影什么叫奸诈的手段。甲恁讲啦，后礼拜讲道毋是陈牧师哦，是啥物人？啥物人？是林志玲呢。咱后礼拜会满未？会满未啦？会哦。这我来看就是奸诈的手段，啥物货？我着较歹是无？传福音重点是毋是咱会当甲福音挖出来？咱即摆的社会，咱即摆教会常常甲福音安那？大家讲的装他，啥物叫装他？包装一下，那个福音伊的内容怪怪，社会不接受，所以咱甲装他一个。主要说讲，凡若要跟对我的人，第安那？看无家己背啥物意思？背啥物件？背十字架来跟对我。各位兄弟，啥物意思叫做背十字架？背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？受苦。
哦，讲啊伤轻松去啊啦，毋是啦，啥？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？就是说你若要背一个十字架，你要背一个十字架代表什么意思？因为伫罗马帝国的规定，你若要互判刑，判你在钉伫十字架，你要做一个代志啊，你要家己背你家己的十字架，你要背十字架去游行啊。耶稣就是安尼啊，是毋是？耶稣就是，毋过因为伊前一暝已经去互凌辱，去互拍甲这严重啊，所以遐罗马帝国的士兵总叫一个啥？叫一个人来替伊背拍十字架，有印象无？好，就是讲任何人，你若去互判定你要钉十字架，你要先怎么样？背你的十字架。所以耶稣讲，你若要跟对我，你爱背你的十字架，安尼表示你是安那？你是死人，你知无？你毋是受苦尔，你爱为耶稣安那死呢？各位兄弟，这敢是福音？这是不是好消息？是不是啦？跟你讲这个好消息，你听不听啦？无人要插我。咱基督徒知影这款代志讲出来会人安那？会人惊着，所以咱得安那？装他。我的台语有没有标准啊？装他，你是听我咧讲啥无？好，就是要给他装饰一下，给包装一下。好，信耶稣，毋是背十字架啦，是挂啥？挂十字架的项链啦。安尼有较好听无？有较爽快无啦？毋过这就是啥物？奸诈的手段，各位兄弟。咱毋通掠做，咱传福音无奸诈。有当时啊，我们伤无对上帝无信心，咱会烦恼。那真正福音传出去，人安那？人会惊，人无爱信。所以呢，咱就传一款较好信的、比较好信的福音就是什么？你若长底骹来信耶稣，你长底骹就好起来啊。你若高血压，来信耶稣咧，就变低血压。咱拢想讲，嘿，拣一款较好听的，先甲人安那，先骗起来较讲啦。会安尼想袂？先骗进来再讲，先把那些大学生骗进来教会再说，安尼是毋是啦？各位兄弟，保罗讲这是奸诈的手段。是安怎咱会安尼来选择要安尼做？因为咱无去注重迄个上帝所欢喜的是啥物货，咱较注重人欢喜的是啥物货。这就是保罗伫这段经文伊要强调的所在。因为我所在意的，是迄个互会检验我的迄个上帝来欢喜。伊讲我毋是亲像要互人欢喜安尼。若要互人欢喜，要讨人的喜悦，要互家己欢喜，你真正伫你传福音的内容会出差别。你的动机会无清气，你的手段会变做奸诈。各位兄弟，咱毋通掠做这个代志是离人远远的代志。咱出于好的心意，嘛得爱有正确的内容，嘛爱有好的水的手段。咱有当时若干那要招呼较侪人来教会，其实咱会当甲福音放远远。我常常觉得以前到农历7月。这已经是这10几年来的代志啊！咱教会正教会，伫农历7月都会办个什么活动？平安7月暝，就是讲，因为台湾人7月有平安无？无平安7月开始迄个什么开啊？鬼门开大家惊到要死所以教会会想着讲，伫7月来办
平安7月暝的即款的活动，好毋好？好无？该好啊！啊，毋过你所传的是啥物？各位兄弟，咱来思考一下。咱常常咱办的平安7月暝，就是请一个啥？请个什么？歌星、明星啊来啊啦，来唱歌，啊来招一介侪人啊来食饭、唱歌，吼啊毋茫讲唱了、听了，因的见证了，因就安那信耶稣。我相信一开始这个动机是出于良善，啊毋过吼，到尾仔咧拼场，你知无？吼，做到尾变拼场，即摆来请倒一个较厉害的，对无？吼，请倒一个较厉害的歌星吼，吼会唱啊吼安尼，吼，才来参加的人听做欢喜，吼，福音有重要无？无重要。人济安那较重要，吼啊！食物件食得安那澎湃，佮俗，吼啊！办甲互伊较大摊的，来100桌，哎100桌，恁个人教会要几桌？见画一下，个人教会哦3桌，啊和平教会几桌？哦和平教会10桌，吼哇！安尼画咧啊！即摆吼场面做大，各位兄这毋是咧传福音嘛？这完全毋是咧传福音。伊的内容嘛是出伫差庙，迄个心嘛无清气，手段嘛是奸诈。各位兄弟，这真正毋是咧传福音。伫我来讲，我看圣经的教示来讲，真正的传福音是对咱的生活开始，咱正下弟姊妹日常的生活有水的生活开始。昨我甲一个大学生哦，伊有一寡问题，忽然间来找我，甲我做伙食饭。伊咧讲，伊是安怎诚做基督徒？伊讲伊去，中南美洲的一个什么国家吼？伊去迄个所在找伊的表弟，吼，啊伊爱拍球，拍了他的钱包不见了，吼，里面有1万多块的台币吼，哇，他互伊住的迄个所在，迄个爸爸，迄个家庭哦。迄个人哦，开车吼，甲载登去球场哦，啊吹，伊讲吼，伊沿路一边找一边那个司机那个爸爸沿路一边找一边为他祷告，哦，就是讲找伊的钱包这个经验吼，互这个大学生伊感觉讲，我自细汉到大汉，毋捌看过一个人为着甲伊无关系的人。遐尼大的热心，啊，较在意。后来钱包还是没有找回来了吼。啊，毋过伊迄个经验，互伊转来台湾了后，家己去找教会。各位仔伊听到啥物话无？那照伊合作，伊昨讲互我的见证，伊有听到啥物话无？伊有听到这个爸爸塞车甲讲你要信耶稣哦，啊，你信耶稣，等一下钱包就找到了。伊有听到这无？无呢。伊看到啥？伊看到一个基督徒，一个水的见证，毋免甲耶稣听你放伫你的喙内面，拢毋免。耶稣有听你无？是表现伫基督徒有听人无？这是保罗因所做的代志。因传福音的内容无差别，无出自无清气的心。嘛无出伫迄个奸诈的手段，有当时教会伤过要甲传福音当做一个代志来做，煞变做内容差谬，心无清气，手段奸诈。各位兄弟，我伫遮甲恁讲一个概念，请恁深深记伫心内。当基督徒若甲传福音当做一件代志来做的时阵，伊就毋是咧传福音。我再讲一次，换成国语：当基督徒把传福音当作一件事情在做的时候，他就不是在传福音。你甲传福音这件代志当作是一个任务，当作是一个 project 去做，你就毋是咧传福音。真正的传福音，就是伫你的生活，
你咧伫外口食一碗卤肉饭，你咧找平所，你咧做任何日常生活咧做诶代志时阵，你诶性命是毋是有显现上帝诶疼恩典伫你诶心上？这就是咧传福音。你甲人诶应对进退，你接一通电话，你面对一个欺负你诶人，你安怎来反应？这就是你会传福音，传福音，这是真实的传福音。这毋是想讲咱即马